是公鸭船，你有写字了，安尼去。而且会是这公鸭船，公鸭船，哦，火箭店，在咱们火箭店，只有活动。公鸭船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哦，正中央观世音菩萨像，正对面有普渡坛。还有要国演奏呢，燕王加上国演奏，晚上7点到9点，燕王礼仪加上国演奏，北管演奏，我这北管排场了。正中央总会太子宫了，新人太子宫。